斗篷俱乐部，找回你的创造天赋。毕竟我们都台湾人，所以热爱谐音梗。那斗篷就是斗六的朋友。我设计斗篷俱乐部的 logo 就是有两只手在击掌的这个画面，然后是希望可以传达出斗篷精神是大家一起来创造这件事情。什么样的人适合来上课呢？就是如果你觉得生活有一点那么无聊，或者是喜欢跟人交流一些想法，甚至就是你平常就是会喜欢写字或画画创作的人，我觉得都蛮适合来参加我的工作坊的。创造工作坊呢，你可以在3位创作者的引导之下，体验3种不同的媒材，然后创作出3幅属于你自己的画作，诉说着你的故事。